5月21日，在联合国会议维瓦人问题引发了中国与其支持者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的激烈争论。联合国广泛了解了维瓦人问题，并进行了深度讨论，要求中方终止对维瓦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有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中共政府抓捕关进监狱或羁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监外人员包括老弱病残，只要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都必须将参加所在社区定期举行的升旗仪式。近日，在一次升旗仪式期间，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为了赶时间，一路小跑摔倒去世。我们将为这位老人祈祷。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宣布收回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邀请。中国高级官员和官方媒体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欧洲议会将于明年5月举行选举。由27个成员国的公民参加选举705名美联社代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建议，指导成员国未来12至18个月的经济政策。报告指出，欧洲的经济在过去的10年达到了最高增长率和最低失业率，欧洲经济发展已超出了预期目标。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向正在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报了刚果埃博拉疫情最新进展，对疫情目前已从该国偏远地区蔓延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表示担忧。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截止5月21日，已报告病例共58例，其中28例已确诊，死亡人数上升至27人。